區裡頭，我們有一個福氣號是跳島的一個小旅，可是沒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須仰仗，有時候到布袋去，有時候到高雄去搭郵輪才能直接到澎湖。未來這邊弄完之後呢，那這個地方就會直接到澎湖去。我們這次的浮動碼頭的部分，包括遊艇、漁船都可以直接來這邊，就有效能的去做處理。過去的浮動碼頭狀況比較不好，那大概只容納40台，那這邊可以容納60台，又比較新穎。配合整個將軍漁港的部分，我們這邊也做一些規劃。我們會希望把土地變更完之後，包括旅宿業可以進來，包括一些那個觀光旅遊業可以進來，那可以活絡這個地方。所以從土地解編到漁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說將軍港未來能夠，不要只是封閉性的一個小漁村的漁港，變成一個大開大合觀光性的漁港這樣。因為去年的這個風災導致我們原來這裡有2座浮動碼頭就都被摧毀了，所以我們有去跟中央去爭取經費，來做了3座這個碼頭。第一個是它是能夠讓我們的這一些漁業的活動能夠持續進行。那第二個是因為這個碼頭變成是它是浮動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響，讓我們漁民要上下這一些貨物能夠比較順利。第三個是其實它整個的穩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碼頭更好，提供更安全，整個比較美觀，這樣子對於我們港區的環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從將軍港到澎湖的鎖港是最近的海運距離，所以要到澎湖本島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島，從將軍港出發是一個最短航線的一個港口。一個交通船的開通，可以帶來一些遊客駐足在當地來做消費。以後規劃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個班次，冬季視海象狀況行駛。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大家知道這個浮動碼頭其實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動碼頭最好用。那我們將軍漁港離澎湖啦，或離一些外島，其實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們很期待這個浮動碼頭將來能夠再重新打造將軍成為一個旅遊觀光的景點，就像安平一樣。非常感謝水利署這個水資源署南區分署的這個我們的這個補助了8400萬，能夠讓這個浮動碼頭工程呢得以順利。我們每年在將軍港漁港這邊有將軍吼，但是除了將軍吼之外，我們有更多地方觀光活動即將展開，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而且連城周邊包括北門的真亞卡，還有包括將軍的生命樹，還有包括七股的西湖，這一連串都有非常多的景點值得你來。所以你只要來將軍，那很多地方都是一連串的玩的休閒娛樂都非常方便，歡迎大家一起來將軍漁港哦。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7月8號禮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面對8月風台可能帶來強降雨，市長黃偉哲特別進入中西區中正路深度2米半的雨水下水道視察，確認內面的結構是好的，排水會順。另外，面對地下作業環境存在有害氣體等等的風險。黃市長嘛強調，未來將會引進機器人等科技的設備來做協助。面對8月風台一步一步接近，可能帶來強降雨威脅，市長黃偉哲除了聽出水利局長說明風險警備，今日了解雨水下水道掘土排水狀況，所以申請4卡庫遷入中正路跨2.7公尺，有2米半深的涵箱。來巡視主要收集中西區民族路二段、青年路以及開盛路等重要區域的排水幹線，確認內部結構良好，無本土，排水順暢。我們8年的時間，已經讓我們的這個雨水下水道往前推進了54公里，從738到790多了哈，所以說這個部分的推進
事實上可以讓我們市民可以更安全。那希望這個下水道的建設能夠持續一棒接一棒的往前推進。面對極端氣候的大自然力量，台南市除了持續擴建目前總長達到753公里的湖水下水道，今年頂半年嘛完成68000公尺的切溝掘土。其中這樁體驗基層員工的辛勞，加面對地下作業的風險，所以強調未來將引進無人無人機、機器人等科技的設備來協助巡檢。我在走100公尺就已經氣喘吁吁了，那可見平常他們工作多辛苦，裡面的空氣又不好，可能時不時又有可能有很不健康的空氣，像硫或者像其他的甲烷等等。我們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說包括機器人，用機器來代替人力來去巡檢我們的下水道，那運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讓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夠做更大的發揮。防災工作袂當靠勢，一定是超前部署，持續落實下水道巡檢、掘土甲排水建設，希望佇風颱豪雨來臨之前，將淹水的風險降到上低。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台南市北門區公所甲日本的福島縣只見町正式簽訂友好城市備忘錄。這屆簽約主要是因為今年初台裔的日本畫家吉田留美回來，阿祖陳善傑的故鄉北門，展開順境之路，才來促成這樁美事。在台南市副市長江林宏的見證之下，台南市北門區公所甲日本福島縣只見町共同簽署友好城市備忘錄，未來將在文化觀光、教育交流、產業經濟等面向展開合作，替台日地方交流擱添新的里程碑。只見町是一個山區的一個城市，咱北門是海邊的城市所以兩個城市一個結合，可以互補有無啦促成這場美事的是台裔日本畫家吉田留美，關鍵手稿畫作和北門區圖書館牽起山海兩座城市的緣分。儀式當中，雙方也互相致敬在地特色伴手禮。公所送這佇咧山貴的台南山野甲北門前仔腳新公園，只見町是送當地紀念酒，使用只見町的糖來回禮。1月の末に台南北門区を訪問しました。それからたった6ヶ月で今日このような日を迎えら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ことは、台南市北門区関係者のすべての皆様に心から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現場也本上北門區只見町的宣傳影片，了解雙方的文化歷史。訪問團也進一步實地參訪北門區的生態美景、農特產、宗教文化景點，親身感受北門的人文風情，和台日交流更向前邁進。台南新聞綜合報道。為了鼓勵民眾在考機車駕照進前先接受完整的駕駛訓練，台南市政府今年持續配合交通部，在暑假考照的旺季，閣增加補助1000位，每一位1300塊，總補助的名額有4747位。依照交通部統計，台南市114年機車事故傷亡佔全體交通事故傷亡人數將近8成。不過，若完成機車駕駛訓練以後，閣再考照的，上路以後違規風險會讓降低將近6成，事故風險降低3成6。你有上過機車駕訓的那個學員的話，他不管是違規率或者是肇事率，事實上都有降低很多。真正來講，這個不但說他可以順利的取得駕照，也讓去學習的民眾，他提升他的駕駛的觀念。所以市府在今年暑假考照旺季，閣再增加補助1000名，每一名1300塊。中央甲地方合作，總補助名額達到4747位。希望有機車考照需求的民眾，向全市10間機車駕訓班來報名，進一步提升機車安全駕駛的觀念。今天這個所謂的機車駕訓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告訴所有的騎機車的朋友們，什麼樣子
才是叫做安全駕駛。监理所來合作，我們就是增額補助，那我們提供130萬的經費來增加1000個名額，一樣是補助1300元，所以就是把名額擴增到4000多個名額。那這個暑假期間呢，希望這個如果有考機車駕照的市民朋友、年輕人，那可以把握這個機會哈。有關補助資格申請方式等相關資訊留疑問，會當向嘉義區監理所管轄的台南、麻豆、新營等監理站，或者是各機車駕訓班來詢問。台南新聞軍事採訪報道。照顧弱勢長輩甲獨居老人，台南市議員參選人葉漢勳配合結合在地知名藥局，共同捐贈一批民生物資甲營養補充品，予華山基金會南區愛心填曬站，希望會當幫助清寒獨居的長輩。由議員林美燕甲議員參選人葉漢勳的媒合，結合台安藥局，共同捐贈一批將近6萬塊的愛心物資。包括30箱的營養品，甲300包的日常用品等。配合下午，伫議員南區服務處，由台安藥局的郭經理代表捐贈。今天很開心哈，攜手我們台南在地的知名企業，我們台安藥局，那捐贈了我們這一批物資給我們需要的長者，給我們華山基金會南區的愛心天使站。那我們知道呢，我們社會有很多需要幫助的長者，尤其是我們華山基金會，主要的就是針對我們的失智、失能、失醫的我們的3類的長輩，還有一些灰色地帶哈，就等於是說沒有辦法申請低收入的長者。那所以說再次還是感謝我們華山基金會的用心吶，還有我們的企業的支持。那希望呢，經由這次活動，我們可以讓在地的我們的社會可以多多的拋磚引玉，來支持我們這些長輩們。給他們，然後對我們的社會有感受到多一點的愛心。受贈單位有華山基金會南區愛心填曬站、甲安平填曬站等。基金會表示，因為一寡長者為身體較虛，需要補充營養品來維持體力，希望借由藥局的捐贈，會用借出拋磚引玉，吸引更較儕人來關心獨居的長者。謝謝我們就是市議員這邊的參選人的協助，然後還有我們的台安藥局的郭經理，那聯合在地所有的善心人士的資源，然後捐贈了30箱的亞培安素的營養素，以及我們的30串的衛生紙民生用品，來幫助我們在地的弱勢長輩。那我們服務的個案當中呢，大部分的長輩其實他們牙口都不太好，那其實更多的其實是生了重病，以及加上經濟貧困的地方，那其實他們平常的生活條件有限的之下呢，導致於身體不斷的衰弱，那非常需要這一批這樣子的有營養、有意義的物資來照顧他們身心靈的一個所有的一個狀態，這樣子。會中華山基金會除了回贈感謝狀，感謝捐贈單位，另外市府社會局嘛特別高調肯定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並代表市府來頒贈感謝狀。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南的山野產地目前正接力舉辦國際山野節系列的活動，左鎮區就推出結合山野烘焙創意料理、甲食農教育等等活動，希望透過趣味的活動去引遊客來到左鎮觀光，認識在地農特產。台南山野重要產區之一的左鎮，因為為着適合栽種山野自然環境，今年也持續辦理山野推廣的節目。希望透過活動，邀請民眾會當親自家裡在地，品嘗當地新鮮水果。今年很幸福的是，我們的芒果特別的甜，特別的甜哦！而且它雖然人講誒，無做大粒，我像咱前講哦，愛不能做大粒，不過你看它真的就像一個紅寶石一樣。
所以呢，每一顆都很漂亮。重點是打開它都是甜的味道，好吃的味道。今年芒果節產業文化活動，伊個活動內容足豐富。我來和迄個樹德科技大學的迄個餐飲科合作，來研發一寡山野料理，還有一寡那個親子教育的活動期間，還有一寡青龍的展示，兼一寡山野品種的介紹。咱迄個山野產期到這禮拜已經愛文漸漸進入尾聲，希望咱消費者若會當會用這個禮拜來到咱山區2日遊，順便來佚佗，一帶來品嘗咱山區的山野。今年做陣的山野推廣活動，經甲民間業者合作，推出結合做陣在地元素的創意烘焙料理，預計將在這禮拜10號來登場。這現就是咱的山野愛文都咧大出。即擺來當時來食咱的愛文是上拄好的時間，歡迎咱所有的好朋友利用假日的時間，來阮這個山區來食這個山野好食的這個農產品，以及來這做一寡旅遊踏青觀光。左鎮的這個芒果節活動，其實是我們台南一系列的這些芒果季的芒果節，我們每一區都有舉辦一個芒果節的活動。然後帶入我們每一區的不同的特色，像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帶入的這些餐點點心。那歡迎大家來我們左鎮區來享用這些芒果的特色餐點，以及來這裡享用芒果，還有來這裡旅遊可以走走化石園區以及這裡的一些老景點。芒澤田幸福派對在日將佇咧左鎮化石園區對面的左鎮農會登場，東港拄啊好也是左鎮化石園區的關慶。主辦單位歡迎大家做伙來親自體驗左鎮在地甜美滋味甲歷史文化。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16歲正青春藝術節在大港文化中心宣布活動正式啟動。今年是藝術節邁入第12檔，以 Touch 青春的頻率為主題。7月18號到8月23號期間，將透過劇場、歌舞、音樂、市集甲藝術的展演，打造青少年的文化舞台。邁入第12檔的16歲正青春藝術節正式啟動，今年以 Touch 青春的頻率為主題，展演駐點由台南市文化中心擴展到大港文化中心，串聯城市無同文化調性，展現市府持續推動青年文化產物以及文化並權的成果。文化局事實上一直對於兒少的一些議題，其實付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努力跟心血，事實上跟着大家一起來探討，就是當今的年輕人他們其實在意什麼、擔心什麼、困擾什麼。那透過藝術展演的一些活動呢，事實上都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可以很清楚的凸顯出來。更多元的活動，有動態的，譬如說一些年輕的運動活動啦，或街舞啊，有比較靜態的，譬如藝文創作啦這些。那16歲真青春藝術節就是希望他們建立一些自己的藝術素養。其中由文化局甲影響新劇場合作的青少年辦戲計劃推出第12部作品《厝》，由來自全台19個行政區16間高中級16歲到18歲青少年所共同創作，而到今有一些學員因為透過劇場創作，有人因此投入表演藝術領域，也有人得到無同款的經驗。這一些的練習，這一些的相聚，這些的相處，這是網絡時代，這個 AI 時代是取代不了的。所以恭喜大家，那也希望大家能珍惜這一次的經驗，因為青春就這麼一次。活動將在7月18到8月23展開，透過劇場、歌舞、音樂、市集以及跨域藝術展演，除了打造屬於青年的文化舞台，也讓各界市民重新感受16歲青春時期的熱情甲夢想。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由台灣海洋台語文教育協會舉辦，結合詩人李欽歡的台語現代詩，以及朱慶偉甲顏勝鐵的彩繪。目前正佇5行公會堂舉辦台語詩畫展，8號開幕式吸引不少藝文人士到場參觀。李欽安甲李顏勝哲，一位是知名的台語詩人，一位是書畫家。
兩位台南人攏是二中的好友，佇一間見面當中，一位寫詩，一位來做畫。佇台灣海岸台語文教育協會的推廣，促成一間雙人的詩畫展。伊學也是應該講是大師級的，但是伊配合伊的詩來迄個吼，來安尼甲伊個意境，安尼甲伊表達出來，也是真特殊的對了。啊，伊個書法嘛是真伊個功力啦，算是正常者，但是會甲講這是詩畫三絕的一個展覽。真多謝各位來參加這個詩畫展啊，這真算起來是難得啦吼。佇台灣，你看自遐爾附近一到呾有幾遍的詩畫展，應該是足少。啊，特別佫是像咱即個台灣遮出名的大畫家的畫來展覽，這應該是千載難逢啊。即間的展覽總共有38個作品，背後上午佇個5園光華堂的藝文中心來展出。包括海岸台語文教育協會理事長蔡金安、市府文化局藝術發展科長陳富堯，以及二中的校友總會理事長劉子夢，佮着這位藝文界人士攏到場出席。這個文字吼，就敢若這個詩老師，每句詩就敢若老師是用文字來畫圖共款，吼，啊每一幅圖就敢若老師。是咧用畫筆咧寫詩共款，吼啊，所以我感覺講，這個詩甲畫真正是會當互相來結合來合作，而且會當表達出更深層的一個意涵啊！吼。即間展出的每一幅作品，除了詩內面有畫，畫內面嘛有詩，另外還佫邀請音樂家王明哲現場來演唱，場面溫馨。變出一個清水的詩文主題，較早我的出世，無關意思的叫我。現場出席的貴賓雲集有教育甲着藝文界。以及這位台語詩人吳黃喜、陳建成等人，這場的展覽對今起到7月2日，歡迎對着台語的詩畫有興趣的民眾會用來前往參觀。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位於高雄麗和街商圈有一間開業多滿一檔的排骨酥麵，親民的100塊價格真受歡迎。為了讓人客品嘗較儕種風味，頭家特別將台中在地口味融入餐點當中，讓人客佇個高雄會當輕鬆品嘗到中部的好滋味。拉開蒸籠，深褐色的排骨酥整齊排列，誘人的醃料香氣撲鼻而來。這間位在熱河街上的小店，雖然才開業1年，但憑着100元的親民價格，成功在競爭激烈的商圈裡站穩腳步。為了讓客人可以吃到更多元的風味，老闆還特地將台中口味融入其中，調配出獨特的鹹甜比例，開創出個人品牌，成功吸引不少饕客。自行開店就是因為我覺得台中的這個味道蠻好吃的，所以就想把它帶來高雄。我們的特點其實排骨酥差不多，就是先炸再蒸，就是特點在於你的醃料跟其他店沒有一樣，但其實都差不多，只是我們的特色就是湯比較不會那麼油膩，對，然後排骨酥也不是完全都是硬的骨頭，都會有一些軟骨，然後我們再蒸，把那個軟骨蒸到可以咬的狀態。對，乾淨整潔的用餐環境也讓不少饕客留下好的印象。除了招牌的排骨酥之外，還有這鍋老闆親自熬煮改良的肉燥。雖然選用較高比例的肥肉，但吃起來香氣十足，卻不油膩，也讓不少首次上門的客人一吃就愛上。我覺得它的味道很香，而且
油香味很夠，它不會膩。因為我怕吃那種肉霸本會吃到它的肥肉是油膩的那一種，會讓人家有點吃不太下去。但它的不會，會讓人家想一直在吃。對啊，对。对。我自己個人是喜歡吃肥肉的肉燥飯，所以我就會這樣去做。那口味有調整過，因為南部比較喜歡吃甜的嘛，所以我就有去做稍微甜一點。然後肉燥飯其實也可以搭配我們的辣椒，我們的辣椒也是都自己炒的。擁有多年餐飲經驗的老闆，因為對料理充滿熱情而選擇自行創業，還將常見的排骨酥重新調整、改良，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特色小吃品牌，也讓客人不用特地跨縣市就能品嘗到異地的經典風味。記者洪俊傑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7月8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慢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
改变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